OK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細蚊仔 and 大，歡迎回來，這次拍視頻不是這次拍了4小圈。OK，今天我跟自己很開心，唔好意思，正能量。知道我這次多開心。拍那期，我記得上一期拍那個 DK 的變身啊，我一想到這個視頻可以拍3期視頻就賊爽，你知道嗎？這期視頻是第2次，我這個視頻呢放一下花絮給大家吧。OK，下期視頻呢就是跟我以前那個21年拍那個品紅那次變身做比較，3期爽，幫我剪了7、8個小時吧，6、7個小時，剪得我死一樣，特別是找素材。OK， 話不多說，放花絮。呢個位呢，每次都係我隻手仲未揸住個驅動器，條帶就跌撚咗落嚟，拍到我唔知幾撚多次，黐撚線。呢個位呢，個台詞其實係 Donis Kanino Kamen Rider， 然後我呢，一直喺度講錯唔知㗎，我拍完我先知嘅。然後我又衫都除撚咗啦，我唔想再拍啦，將錯就錯，就咁啦。呢個位呢，仲衰，個驅動器係冇擘開嘅狀態咯，我拍完先知，即係白拍。不過仲好嘅，呢個位呢，基本上係我會截走驅動器嗰個位置咯，即係路上半身空而上。呢個位呢，大家唔好學，我拍咗超多次，我想一鏡到底絲滑咁樣插入去，一直插唔入。而且我用嘅係我嘅 CSM 2.0 DK 度張原裝卡，我想講呢，即係我戇鳩嘅咯。傷撚到我張卡阿媽都唔認得，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想一鏡到底一勝呢，買嗰啲國產卡好啲咯。然後呢，佢嗰個手勢我本身想用第一集嗰個手勢，諗咗下都冇用，即係而家花絮呢個動作。我意思係冇用喺嗰個正片嗰度。呢個位後面補拍嘅，前面開咗機呢，擋撚晒啲特效。水視頻就到此為止了，我們下期再見，謝謝。